摸鱼小课堂。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怎么摸鱼哦。谁死你呀！大郎，你快看镜里。怎么样？八卦要留到上班讲，不虚度工作的每一秒。私事公办，唯快不破，千万不能慌乱哦。当然，有时候你可以慢一点呐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下班啦！以上3种摸鱼方法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你在抓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？不过，适当摸鱼，我们还是要努力奋斗哦。